仁愛和諧周知反欺凌小劇場。各位同學，仲記唔記得有邊24個品格強項呢？其中一個呢，就係幽默感啦。唔知大家鍾唔鍾意講笑呢？鍾意同朋友開玩笑嗎？我相信呢，唔少嘅同學呢，都希望自己呢擁有一定嘅幽默感，因為適當嘅幽默感，懂得同人哋適當咁樣開玩笑，有助改善人際關係，能夠為身邊嘅同學帶嚟歡笑，仲能夠舒緩氣氛。但係同同學之間嘅開玩笑應該去到邊一種程度呢？點樣先算係適可而止、無傷大雅嘅玩笑？而邊一啲過火嘅玩笑、嘲弄係可能會傷害到他人嘅自尊，甚至乎達至欺凌嘅程度呢？今日老師喺度呢，想同大家分享一位輔導心理學家郭善衡女士帶畀我哋嘅提醒喎。佢提到好多欺凌嘅個案都係由開個玩笑、講個笑話開始嘅。的確，同學仔喺小學嘅時候開始有3、5成群，甚至乎聯群結黨嘅習慣，比較重視朋友圈或者埋堆嘅觀念。朋友之間會一齊玩遊戲，一齊呢講笑，繼而呢就會互相攞同學嚟開玩笑啦，取笑他人。例如喺校園裏邊有同學好滑稽咁樣跌倒，或者佢嗰日着錯校服，上堂嘅時候俾老師問到口啞啞，呢一啲趣怪嘅情況呢，有啲同學呢就會睇住佢出醜，之後呢就會哈哈大笑。但係當玩笑越嚟越過分，甚至乎開始針對某一啲呢較弱小嘅對象嘅話，呢一個呢，就有可能成為一種肆意嘅恥笑、欺凌同埋權力嘅展示。我哋要識得分清楚開玩笑同取笑、恥笑同埋嘲笑，絕對係有住好大嘅分別嘅，而且取向同埋結果都大大不同。能夠學會兩者嘅分別，都能夠呢讓我哋培養返自己嘅品格啦、品德啦，亦都係能夠促進人際關係嘅重要元素嚟㗎。開玩笑需要喺適當嘅時間同埋地點，向你熟悉嘅朋友，以幽默友善嘅語氣去說話，而且雙方都能夠感到有趣、好笑，有住互相尊重同埋信任嘅態度，咁樣呢先至算得上係好笑搞笑嘅情況喎。例如，如果同學仔見到有朋友跌倒覺得好滑稽，第一時間佢可以覺得好好笑嘅，但係同學下一步應該要諗到啲乜嘢呢？朋友仔跌倒受傷喎，點樣先可以企返起身呢？我係咪可以幫佢呢？佢會唔會覺得好痛啊？嗱，呢啲少少嘅細節同埋態度呢，我哋都要思考清楚，要以同理心同埋呢仁愛嘅心去設身處地感受同埋思考一下同學當刻所面對嘅處境。今日同學們會為大家分享開玩笑嘅3大法則，大家呢只要拿捏好分寸，就可以呢為同學帶嚟呢真正嘅歡樂，而唔係呢冒犯或者傷害到他人喎。所以記住，開玩笑之前呢要謹記三思而後行啦。開玩笑嘅法則有3個。第一，注意安全，確保開玩笑嘅內容同埋方式唔會造成任何危險，避免導致人哋會受到傷害。第二，態度友善，開玩笑應該以善意作為出發點，目的係分享快樂，而唔係讓對方感到難堪或者借機嘲諷。第三，注意玩笑嘅性質，每個人嘅幽默感同埋接受程度都有所不同，應該考慮對方嘅身份、性格同心情，以及對某種玩笑嘅承受能力，
以選擇恰當嘅開玩笑內容。同學們，而家就喺電子白板上面觀看一下以下嘅情景，係唔係合乎剛才所講嘅開玩笑法則啦？